物業管理經理蔣仲生涉嫌於2021年6月至7月期間，響上水一間幼稚園門外以及高等法院大樓，多次張貼帶有煽動標語嘅海報，指斥3名審理首宗國安法案件嘅法官，包括印有法官肖像並配上辱罵嘅字眼。其後再被搜出48張帶有仇視特區政府及官員嘅數碼海報。被告承認4項展示煽動刊物罪以及1項管有煽動刊物罪，最終法院判被告監禁8個月。審理該案嘅法官羅德全響判刑時指，被告精心挑選海報張貼地點、時間，明顯係經過深思熟慮，有計劃咁犯案。法官又指，被告響住所附近嘅幼稚園出入口同行人道上張貼海報，又配以3名主審法官肖像，塗污區徽。幼稚園學生經過時會睇到有關海報。學童年輕，缺乏心智分析，單靠圖像分辨是非，涉案海報會響不知不覺間荼毒幼童心靈。被告又響國安法首名被告唐英傑案件期間，將印有主審法官肖像以及名字嘅海報張貼於高等法院洗手間內。羅德全指被告行為意圖挑戰法治，令法庭嘅旁聽人士情緒激動升溫，係案情最嚴重嘅控罪。而從被告響電子裝置藏有刊物嘅數量嚟睇，絕非係單純收藏，而係有其目的。法官考慮到所有案件響短期內接連發生，各項罪名刑期同時執行，共判監8個月。